今朝是到树梢来大搞个地基热天，现在去吃早饭做啊？哎，那这样热得了，那个地方没空调噶？有啊，这个门开了海。不是门开了海嘛，还不会得搿能热哇？哎，研究呢，搿空调对了路搭开讲，有你当去早饭也省开咋？没呀，研究不出来呀，热啥嘞？哦，我有那个附近的，我来门上看啊。你回复走路啊，来困觉，哎哟，也死个嘞。俺们开。那个地方下趟真的不能来着。肥佬到那宾馆里向吃饭，到我出手，真香不香不，实在香不。哎，这个村民啊，你养出来侪有好个本事，还得上头博士，侬讲？我跟了一道讲了，还是博士啊？那种人啊，眼光侪老浅个啦，这个不会得深层次思考，怎么把满山遍野的翠绿变成人民币？你不知道，你干嘛？侬光会得博士有啥用啊？你又不是活生了。你要听进去了讲啥？都搞得来，我们开心。哎，是个，我再问到一个问题啊，那个脚水膏泡啥用场的？你马上去采杨梅了，采杨梅用啥么子采的？手工了。来讲，我讲手工呀。采杨梅用啥么采？谁呀？用姜。不对，用明。用明。那个谁是树莓几个思维？对。啊，那种味道属于了加了各种高反高山高风味的。对。哎，往阴凉个地方待着，山毛时气，他谁是讲你不山毛人还毛？哎，那个说明你苏州社会主义这个新农村已经大胆子。养发比好，老发12个桥头在。要你不管门子不来讲，你单独来，你困了上浪，把人家看见哪办？你出来打有啥想法？有想法的。还来养了树里向的，啊对，像到上海个半山了、松江了，到一笪地方比3公3公公。大苏州小上海，那个才是苏州千年的繁华。每个城乡角落头、垃圾桶边浪、门板后头、屋顶浪向、上地哦，侪个那个好的。你大老板讲的，青山绿水才是金山银山。明朝大老板还能去当西南部长去。啊，现在的蜀山3班是啥么子？2分。咋得2分？家里还有2分。哎呦喂，2分是外地货呀。早知我要得有。杨梅茶叶采购的蜀山3班，苏州搭其他地方不一样的。一往外地去一富，一旦市里向一穷，拿个3000多块年退休工资，住个破房子，可是讲农民爸爸真的翻身了呀，工人阶级不来三了呀。搿肯定不来三。现在全中国3个行业最吃香，一个是苏州农民爸爸，还有一个么医生，一个老师，啊对。